前几天大地震了后，引起民众对防灾意识的关注。其实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，大概是拢有一个防灾公园。这个防灾公园平常时就是民众佚佗行大的所在。不过，若是天灾发生的时阵，都是正做避难甲物资分配的空间。大家就会当注意看离你上近的防灾公园是伫咧倒。18台东花莲大地震，老厝倒去，甚至几条桥也崩去，引起大众对防灾的关注。若是伫台北市发生严重的灾害，民众敢知影会使去倒位避难？记者即摆人伫咧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公园遮，这伫平常时是民众会使来行大佚佗的所在。不过伫灾害来的时阵，这就变成一个防灾公园。当重大发生灾害的时候，那民众除了从家做那个地震3步骤外，完后，他可以直接到外面的空地。当无法返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台北市会开设防灾公园。台北市每个行政区拢有配一个防灾公园，总共12个，大约会使收容10万人。若是无够用，无另外紧急避难处所等等会使使用。防灾公园是临时的避难空间，也是指挥物资分配的空间。伫民众到公园避难的同时间，市府也会确认周边学校、公共空间的状况。若是安全无问题，就甲公园内底的民众刷到室内的避难场所。那防灾公园里面，我们大概会有23个项目，那会分为行政管理类、跟灾民收容类，还有一个就是用水设备类。从民众的报到，再做最后的安置，还有平常的物资的发放。消防局表示，若发生灾难，因会透过广播、市府网站等等的管道，向民众传达避难的资讯。针对平常时防灾公园的宣导，会透过网络宣传，要是演练等等的活动，向民众宣传防灾公园的资讯，让民众知影伫灾害发生的时会使安怎应变。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。